进站场站，欢迎进入小村路换电站。注意車速唔好超過5公里，前後轆唔好壓住欄。請直行進站，將車輛前轆駛至非常。請調整車輛狀個槽嗰度，跟住撳個 N 波咯。撳完 N 波之後就到手機呢度操作。咁 Apps 嗰度撳一鍵換電，操作車輛。請用電話 App 開始換電。咁啊開始㗎啦。咁啊佢個站嗰度會有個紅色燈着咗嘅。記得唔好開門落車，唔好操作車輛咁啊陣間換完之後咧，個紅色燈會轉翻做綠色燈嘅。同埋嗰啲音樂會停嘅。咁啊有呢兩個signal嘅情況下，基本上個電就換完，你可以即係離開個換電站㗎啦。開始換電啦！記得唔好開門落車，唔好操作車輛河。卸除緊電池，請耐心等候。每次換電都係對電池安全嘅全面檢查，出充電前要所有站具安全檢測，電池安裝緊，請耐心等候。車輛自我檢測中，請勿操作車輛。